個個都介紹膠原蛋白粉，係咪真係有用？食咗落肚之後會唔會俾胃酸分解晒吸收唔到？係咪智商稅？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最新嘅研究點講。膠原蛋白係我哋身體主要嘅結構蛋白，佢就好似支架咁樣，為我哋皮膚、關節、骨骼等等提供支持。皮膚含有高達70%都係膠原蛋白嚟㗎。隨着年紀增長，我哋身體天然膠原蛋白產生量會下降，可能會導致皮膚乾燥同出現皺紋、皮膚彈性降低，甚至關節痛。好多研究都發現，長期食膠原蛋白粉對皮膚健康係有幫助。例如，有一項2015年嘅研究發現，攝取膠原蛋白粉8個禮拜後，皮膚保濕度明顯增加。更有一份2023年綜合研究，綜合咗好多份研究發現，膠原蛋白粉係有效可以令到皮膚更加保濕。除咗保濕之外，有一份研究更加用超聲波發現，食咗膠原蛋白粉可以提供皮膚真皮層中嘅膠原蛋白密度，亦都可以減少真皮層膠原蛋白網絡斷裂，令皮膚衰老嘅痕跡減少。仲有好多研究發現可以令到皮膚彈性有改善，甚至減少皺紋。除咗膠原蛋白可以令到皮膚老化跡象減慢，甚至佢對傷口愈合、燒傷嘅患者都有顯著提高傷口愈合率。有啲人會話，其實膠原蛋白去到胃酸都被分解晒啦，同食蛋白粉冇分別，都係會被分解成氨基酸 amino acid。但係有研究發現，食膠原蛋白比起食大豆蛋白嘅人具有更高嘅傷口愈合率。咁所以呢啲研究就認為膠原蛋白對皮膚具有特別嘅作用，而其他蛋白粉係做唔到。但係唔係所有蛋白粉都係一樣㗎。普通嘅膠原蛋白係一條好完整、長鏈形式 long chain 嘅膠原蛋白。由於佢嘅分子好大，所以佢嘅吸收率一直存在爭議，所以就出咗 hydrolyzed collagen powder 水解膠原蛋白，亦都稱之為膠原蛋白肽。呢啲水解膠原蛋白係通過咗水解嘅過程分解成細片段嘅膠原蛋白，同普通膠原蛋白相比，水解膠原蛋白更加容易被吸收。所以綜合咗咁多份研究，膠原蛋白係可以有益皮膚健康、改善保濕、彈性同埋減少皺紋。而如果要選擇膠原蛋白粉，我就會建議選擇水解膠原蛋白粉。